讀歷史其實就希望學習過去發生嘅嘢，從中去知得到點樣準備自己嘅未來。我覺得歷史就係一個基礎科目啦。正如你所講嘅，最緊要咧就係訓練一個學生點樣去分析，點樣去綜合，點樣去思考問題，而唔係咧就去記誦。透過高中歷史科，學生可以認識現今世界嘅起源同埋發展，了解自己喺現今社會嘅定位。喺學習過程入面，學生需要旁徵博引，分析歷史資料，明辨偏見，繼而建立合理嘅論據，從唔同嘅角度去審視過去與當代嘅事件。學生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研習同探究歷史，實地考察係其中一個有效研習歷史嘅方法。大澳係一個遠離繁囂嘅漁村，係香港過去4大漁港之一。早於宋朝，大澳已經係香港區內一個重要嘅漁港及鹽場，有好重要嘅歷史價值。所以呢間中學嘅學生今日就嚟到大澳呢度考察歷史。本身大澳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好好嘅地方啦，咁我哋需要嚟到呢度咧，同學生做一個印證，同埋最重要係通過事同埋人之間嘅關係咧，我哋想拉近翻佢哋，知道嗰個知識咧係可以好生動嘅。但係如果你係魚嘅話，你會去咩地方？係多啲嘢食同埋深水啲。多啲嘢食，深水又未必嘅，睇個魚嘅習性啦。係沿海。係啦，沿海嗱最緊要有水啦，你冇水就冇魚啦，係咪？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任廖迪生教授，佢出身於大澳，對大澳歷史文化好有研究。今日佢擔當導師，講解大澳嘅歷史。今日其實個感覺幾好嘅，啲學生都好專心，亦都願意問問題。咁對我講嘅嘢咧，佢哋亦都有反應。咁我諗相信主要就係因為咧，佢哋即係都未嚟過呢個地方啦。咁一方面又幾新奇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可以將一個地方嘅歷史社會擺翻喺個脈絡嗰度去了解咧，係有趣好多嘅。今次考察入面最深刻嘅體會，當然我覺得係人情味呢一環啦。咁你哋而家主要係用啲咩物，即係可能要啲咩嚟維生咧？即係收入啊？佢哋好多時咧都促咗香港做嘢嘅，加埋上一下嗰啲兒女嗰陣時，嗰啲兒女有書讀咧，個個都促埋香港，即係轉咗型㗎啦，可以講得個生活。其實考察就唔同於平時上堂啦，但係考察係需要你去探究嘅咯，你需要揾出一啲知識、一啲歷史，再去自己去吸收咯。咁呢個過程係非常之有趣啦，同埋你係會更加深刻咯。今日呢班同學就住一個歷史議題進行小組討論。除咗出外考察，學生亦可以透過課堂上嘅小組學習模式，與其他組員就唔同嘅議題進行交流同討論，從而對該議題有更深入嘅了解。So share your what's learning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Okay. And so there will be no class division. No class division. Yes. And so they will become more equal and this achieve the goal of socialism. Okay. Thank you. 透過小組討論，同學學到啲咩呢？喺做小組討論嘅時候呢，咁我哋可以睇到嘅嘢同平時自己睇開嘅嘢唔同，因為我哋西史係好講求去多角度咁樣去諗嘢，但係有時候你自己去諗嘅話，你硬係有啲 point 你係諗唔到嘅。識得從唔同角度去睇啦，即係透過呢個小組討論，你人人睇嗰份 source 可能都會 interpret 咗唔同嘅嘢，咁你透過討論你就可以知道唔同人有點樣睇呢件事咯。其實成個課程咧，其實每一個 topic 咧，我哋都希望用一個議題嚟 start 嘅，因為而家咧其實喺成個歷史嘅教學上面咧，再唔係淨係 teach 一個歷史事件，歷史事件其實係一個平台嚟㗎。我哋希望透過探究一個歷史事件，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即係我哋叫一啲叫 active learner， 佢哋一個自學嘅精神啊。我覺得同學互動之間佢哋有嘅嚇，佢哋嗰個互動嗰個學習，即係我哋叫 peer learning 咧，佢哋做到嘅。
隨住資訊科技嘅發展，電子學習越嚟越受同學歡迎。電子學習嘅範圍廣泛，包括電子書同埋網上學習平台等等。唔單止可以減輕同學嘅書包重量，更重要係打破學習嘅時限。呢間中學嘅歷史科老師今次運用平板電腦、QR code 同網上遊戲，提高佢哋對學習歷史嘅興趣。咁所以你哋都要睇埋第二個地圖2同埋地圖3，得唔得？地圖2同地圖3就比較詳細啲，講埋係邊笪地方原本係邊個嘅，咁然後就割咗俾邊度咁樣。凡爾賽條約將德國嗰啲領土點樣分翻俾本身嘅國家，同埋有啲本身係軍事嘅地方變咗做非軍事化咯。其實頭先嘅同學表現都好認真，咁喺開頭嘅時期嗰個嘅係多滑水活動入邊咧，我哋見到啲同學咧都好認真去搶答。咁啊，其實除咗個遊戲之外咧，佢哋都有好細心咁樣去揾嗰啲嘅答案啦。呢個形式嘅上堂唔淨止係純粹聽阿 Sir 講嘢，我哋可以玩下啲多滑樹啦，又可以用下啲 iPad， 咁可以接觸更加多唔同嘅嘢，透過唔同嘅途徑去學習歷史咯。讀歷史一啲都唔會沉悶，仲可以話係通往智慧之門。同學如果選修歷史科，又會學到咩呢？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認為，高中歷史科係好重要嘅基礎訓練。我諗中學嘅時候係一種基礎能力嘅培養咧，就好難講話佢有獨特嘅呢種歷史眼光，就冇咁快嘅。咁啊，希望佢興趣繼續落去。咁啊，大學裏邊咧就係，如果係讀歷史出身，有咗呢啲基礎能力，基本上每一科你都可以讀嘅。咁啊，其他嘅我諗喺外國嘅大學都係啦。你讀文科嘅，讀歷史科嘅，咁你再上去，你讀乜嘢都可以，因為你個基礎能力有咗。咁啊，有啲人讀專科嘅，讀商科嘅，讀法律嘅，甚至讀醫科嘅，好多都喺大學嘅時候就係有一個歷史專科嘅背景。前警務處處長李明奎先生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因緣際會加入咗香港警隊，成為見習督察。當年喺大學修讀歷史，令佢獲益良多。讀歷史同警察一部分專業工作好有關係嘅，就以查案，即係我哋叫刑偵嘅工作嚟講。其實刑偵嘅工作就係話你有一件事發生，你去搜集證據，然之後去證明係邊個人做啊，發生咗咩事，邊個人做，有咩證據支持你，即係查到個結果出嚟。需要嘅話，你送到去法庭去提控。咁係要搜集資料啦，要引證啦，要有一個思考，要有一個分析，要有一個決定。其實讀歷史都係一樣。我哋好多時覺得讀歷史就喺書本裏邊睇到啲資料，認識咗就算。但係真真正正要讀歷史嘅話咧，你係真係要對嗰啲資料要有一個懷疑。究竟呢啲資料嘅真確性係點呢？佢嘅資料來源係咪可信呢？你有冇其他嘅資料係引證明呢個資料係可信，而利用呢個資料去作一啲深入嘅分析思考，到最後用呢個資料作為一個經驗去幫助你將來嘅發展。咁呢個同查案其實好相似嘅。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博士認為，政治、法律同埋行政制度都係建基於國家文化同埋獨特嘅歷史條件之上。學習歷史，除咗建立對國家文化嘅認識，對了解制度同法律嘅形成都有極大幫助。基本法咧，其實我哋今時今日睇到啦，即係我哋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脫離咗歷史去睇基本法咧，其實亦都係有好多嘅盲區嘅。大家都知道咧，基本法歷時咗5年，喺80年代嘅時候咧起草嘅。咁嗰個過程裏邊，其實結合咗當時香港嘅社會環境啦，成個政治嘅氣候啦，中英嘅關係啦等等。咁所以其實基本法唔單止係一個我哋今日用緊嘅事物，佢亦都對我哋將來一定有影響。而且咧，佢點樣形成今日嘅模樣咧？
其實亦都係因為喺80年代或者係更加早期嘅時候咧，就已經形成一個歷史嘅關係或者一個歷史嘅環境咧所造成嘅。讀歷史除咗可以了解各地嘅歷史文化背景之外，對研究當今世界局勢都好有幫助。國際關係專家沈旭輝教授認為，佢今日嘅工作同歷史息息相關。我自己係做國際關係啦，咁通常每個國家佢有身份認同同佢歷史嘅事件都會有關聯嘅。譬如你話中日關係同二戰啊、對魚島事件啊等等，咁自然都會係一個歷史嘅延伸啦。咁譬如歐洲嘅身份認同，或者講到而家近期蘇格蘭話搞獨立，咁呢個同佢當年點解會同英格蘭合併啊等等嘅歷史都好有關。咁所以其實冇一件事係可以完全超越嘅。咁我哋講緊就唔係歷史本身咯，而係即係所謂嘅 historiography， 即係歷史嘅再重構，點樣你重新演繹一段客觀嘅歷史去 serve 而家現實世界嘅 purpose。咁呢啲就係我哋會比較着重咯。高中歷史科讓同學回望過去，了解現在同展望將來，係人文教育上不可或缺嘅一環。我覺得人就係歷史嘅一部分，人類嘅發展咧係要講歷史嘅。家庭裏邊有歷史啦，一個機構有歷史啦，一個社會有歷史，一個國家有歷史。咁我覺得讀歷史對我哋嘅幫助，亦都係講翻頭先嗰句就係以史為鑑。過往發生嘅嘢，我哋將來可能而家喺度面對緊同樣嘅情況，或者將來會面對同樣嘅情況。以前嘅人點樣做，以前人嘅經歷，以前人嘅挫敗或者成功，係可以攞翻嚟幫翻我哋喺做人嘅道路上面，係準備自己面對現在、面對將來。